气温会一天比一天搁较温暖。爱注意的是，早暗也是较凉冷，日夜温差较大。好天气会当一直到拜六礼拜。也是迄句话，也未食5日祭灶，判休是唔通放。这个寒天的衫裤也未当收哦。后礼拜有2波的锋面会连起来，北部东北部到时阵会搁反湿冷。嘛，因为这个冷空气一波接一波，目前这个雪山还搁有积雪，而且搁真罕见来落3月雪，到这个登山客伫咧雪山看到这个落雪美景。伫雪山露营，这登山客行出营幕口，看到规拢是白色的世界，有够欢喜。随赶紧要去耍雪，同一个时间，这个雪拢无停，一直落，规片山拢互白雪砍掉咧。来，拉着。有人用一块一块雪砖，准备要起一间雪厝。哦，超甜的啦！哇，炼乳。实用顶缀一寡雪蓝牛奶糕，伫低温下体验食雪冰的感觉。事先并没有预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。3月7号会有一个低温的封面，然后5点之后开始下大雪。那这个雪比我预期的还大。这是一连为南投区登山客，因伫3月7号约要爬雪山，开始进行5天4暝雪训的活动。想要到第3天，对着一波强烈冷气团通过台湾，因露营所在真罕见落大雪，搁一日手落5、6点钟，这些有60公分，只是白啊强要好雪砍过。很多登山者在山上会看过雪，但是大部分都看到积雪。那我们看到的是剧烈变化之后的大雪之后，又出现晴朗的天空。在1天之内经历过很大的一个天气的变化，是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经验。这嘛是因爬雪山头一摆体验到起雪厝、起围墙的生活。这个落雪美景嘛，互这登山客完整记录，走落山互大家欣赏。等到雪日停，探出日头的时，成功爬起的雪山顺耍出雪。5天4暝雪训，无论是落大雪，还是出日头。秘书澳洲的北国风景千变万化的景象，拢体验到啊！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